中山樓市知多啲 ，Hello， 歡迎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啊！呢期嘅話題咧係你哋選擇嚟到我哋中山度假同埋退休，會選擇咩樣嘅居住環境呢？有啲人中意熱鬧嘅，就會選擇喺東區啦、石岐區呢啲咁嘅核心區域，但係呢啲區域嘅樓價好貴咧，係咪？有啲人咧中意睇海景嘅，就會選擇喺馬鞍島啦，或者係南朗啦呢啲邊緣嘅地區。有啲人咧鍾情於有山有水嘅優質環境，就會選擇坦洲、三鄉或者係神灣呢啲南部嘅鎮區。而我認為坦洲嘅樓價太貴，神灣嘅位置太偏，折中選其一啦。三鄉嘅優質空氣環境同埋超高性價比嘅樓價，我覺得係最適合退休同埋度假人士嘅。咁咧喺介紹呢個樓盤之前咧，我一定要好好同你哋講一下我哋三鄉究竟係有邊啲原因值得我哋去託付下半生嘅咧。第一，喺交通方面，三鄉咧係位於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核心區域啦，係中珠江一個半小時嘅生活圈同埋珠三角一個小時生活圈嘅一個中心節點嚟嘅。嚟珠海市區啦，10到20分鐘嘅車程就 OK 嘅啦。到廣州啦、深圳啦，大概都係1個鐘左右。同香港、澳門咧往來亦都係十分之便利嘅，非常之方便我哋度假者隨時前往周邊嘅城市購物啦、就醫同埋探親訪友。第二，喺自然環境方面，三鄉係四面環山，佢嘅森林覆蓋率咧係接近40%嘅。五蓋山啦、逍遙谷啦、羅山妹山啦等等森林資源係非常之豐富嘅。空氣清新，含負氧離子好高嘅，係天然嘅一個大氧吧，適合散步啦、爬山啦、呼吸新鮮空氣啦，有益於我哋嘅身心健康。咁喺溫泉資源方面咧，就擁有中山溫泉啦、全亞溫泉呢啲優質嘅一個溫泉資源啊。泉水富含偏硅酸等等礦物質，具有比較好嘅一個醫療保健功效啦。泡溫泉仲可以舒緩我哋嘅疲勞啦，舒緩身心啦，係度假同埋養老一個絕佳選擇嚟嘅。第三，喺歷史文化底蘊方面咧，三鄉係千年嘅嶺南古鎮，擁有52個不可移動嘅文物，3個市級嘅非遺項目，有鄭觀應啦、鄭君利等等歷史文化人物，古學村啦、橋頭村啦呢啲古村保存得比較好嘅，古建築、祠堂、石板路等等，係承載住非常深厚嘅一個歷史記憶，適合我哋嘅文化愛好者探尋古韻啊。第四，喺休閒娛樂設施方面咧，我哋鎮內咧係有中山溫泉高爾夫球場啦、全林山莊等等高端嘅休閒場所，適合高爾夫球愛好者啦，同埋一個家庭親子遊玩嘅。此外咧，仲有好多個公園啦、廣場啦、健身啦等等公共嘅一個休閒空間，滿足唔同年齡階段嘅人群娛樂嘅需要。第五個喺美食文化方面，三鄉嘅美食非常之豐富三鄉瀨粉啦、三鄉茶果啦、豬肚雞啦、荔枝柴燒雞啦等等特色美食係非常之出名嘅。既有呢個傳統嶺南嘅風味啦，又有港澳特色嘅一個茶點，滿足度假同埋退休者嘅一個享受啊。第六，喺住房方面咧，三鄉擁有從普通住宅到別墅啦、洋房啦等等多種類型嘅住房，價格咧相對周邊嘅城市係比較親民嘅，性價比好高。好多小區嘅環境優美啦，配套設施完善，比如話華發官山水啦、雅居樂花園等等嘅，提供咗大花園啊、大露台呢啲咁嘅住宅，適合追求高品質生活嘅度假同埋退休者嘅。第七，喺生活氛圍方面，三鄉嘅一個人口結構多元化，包容性好強，60% 以上嘅居民咧係外地人，包括我哋嘅港澳同胞啦、華僑啦，以及北方嘅移民等等，形成咗開放友好一個社區氛圍，俾我哋嘅度假同埋退休者咧比較容易融入我哋當地嘅生活，感受到呢個大家庭嘅溫暖。第八，喺醫療資源方面，新三鄉醫院係按照3級甲一個綜合醫院嘅標準嚟建設嘅，提供咗優質嘅一個醫療服務啦，滿足度假同埋我哋退休人士嘅日常嘅醫療需求。此外咧，去周邊嘅城市，比如話珠海啦、中山大型嘅醫院咧，亦都好方便。第九，喺教育同埋文化方面，我哋鎮內咧有好多所優質嘅學校，比如話桂新中學啦、三鄉理工學校啦、新一學校啦等等嚇，教育資源係非常之豐富嘅。同時咧，文化活動豐富，圖書館、文化館、藝術展等等場所，亦都係喺度定期咁舉行活動，豐富我哋度假同埋退休者個精神生活嘅。第十，喺商業同埋購物方面，我哋三鄉咧係擁有大潤發啦、順昌廣場等等一個商業嘅中心，以及眾多嘅一個特色農莊啦、茶餐廳啦、超市啦等等，
日常嘅生活用品同埋特色嘅商品係供應非常之充足嘅，購物好方便。綜上所述咧，我哋三鄉憑借佢一個優越嘅一個地理位置啦，一個優美嘅一個自然環境，豐富嘅一個文化資源同埋舒適嘅居住條件，完善嘅配套設施，成為我哋大灣區一個退休啦、度假嘅一個理想之，既可以享受到寧靜嘅田園生活，又可以便捷咁融入我哋現代都市嘅便利同埋活力。咁好啦，又到咗我哋影片嘅尾聲，同大家講翻一聲。咁 Henny 咧喺三鄉呢邊都生活咗20年啦，我好中意呢個地方所以如果你都鍾情於三鄉呢座美麗嘅鎮區無論係想買屋啦，或者係租屋都可以對接翻我歡迎訂閱 Henny 嘅頻道。咁下期有更精彩嘅內容同大家分享，拜拜。